自2024年1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先太努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来及记20章22节到21章36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，恁已经看见我对天顶甲恁讲话，毋通为家己做任何金也是银的神像来甲我比拼，着用土甲我起祭坛，伫迄顶面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以及你的牛、你的羊，所有敬拜我的所在，我要来遐赐福你。你若用石头甲我起祭坛，毋通用拍过的石头起，石头若用家私拍过，就受拍拉残。毋通做行站行上我的祭坛，则免露现你的下体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为人民定这个规例。你若要希伯来人做奴隶，伊通服侍你6年久，第7年伊会当免付赎金自由离开。伊若单身来就单身离开，伊若有娶某来，伊的某就甲伊做伙离开。伊的主人若甲伊娶某，某甲伊生囝也是查某囝，某甲囝儿着归主人，伊着单身出去。奴隶若明明讲：我疼我的主人、我的某甲我的囝儿，无爱出去做自由人，伊的主人着带伊去审判官遐，互伊挖门也是门徛，用钻仔钻伊的耳仔，伊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若有人卖查某囝做奴隶，查某囡仔赎身的条例甲查甫奴隶无相同。主人若带伊后来无介意，着准伊赎身。主人既然无守信用，就无权将伊卖互外族人。主人若甲伊带来做新妇，就着甲伊当作查某囝款待。主人的囝若搁带迄个女奴隶会接称甲做某的权利，有缘袂用得减少。若无对伊尽这3项义务，伊就通免付赎金自由离开。拍死人的一定着互伊死。若毋是故意杀人，是上帝容阮这件事发生，我就甲恁设一个所在，互迄个人通走去遐。人若恶意用计谋害死人，就走去到我的祭坛遐，嘛着甲伊掠起来处死。拍爸母的一定着互伊死。管有人的，无论甲骂去还是咬伫伊的手，一定着互伊死。咒诅爸母的一定着互伊死。人若冤家，即个用石头还是拳头母拍迄个无甲拍死，毋过互伊受伤倒伫眠床。若迄个人会阁起来举拐仔行路，即个拍伊的通算无罪，毋过着赔偿伊袂当做工的损失，嘛着负责甲伊医较好。人若用棍讲伊的奴隶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若念伊死，主人一定着受刑罚。若过1-2日才死，伊就免受刑罚，因为奴隶是伊的财产。人若相拍伤害有身的妇人人，直到流产，毋过无别项的伤害，迄人着照妇人人的丈夫的要求，经过审判官的裁决赔偿。若有其他的伤害，
迄人着用命赔命。目睭赔目睭，喙齿赔喙齿，手赔手，骹赔骹。烧伤赔烧伤，伤害赔伤害，拍伤赔拍伤。人若家己的萝卜拍歹一蕊目睭，落嚟无论是男的也是女的，主人着因为迄蕊目睭放伊自由。若甲主人拍断一支喙齿，落嚟无论是男的也是女的，主人着因为迄支喙齿放伊自由。牛若打死查甫人也是妇人人，着用石头甲迄只牛钉死，毋过毋通食伊的肉。牛的主人算无罪。迄只牛若平常就会搭人，有人甲牛的主人警告，主人竟然无甲牛绑好势，煞互迄只牛搭死人，就着用石头钉死迄只牛，牛的主人嘛着死。若是裁决会当用银赎回迄个主人的性命，伊着照所裁决的钱额缴纳。牛无论搭着人的囝也是查某囝，着照即个规例办理。牛若搭着奴隶，无论是男的也是女的，牛的主人着用340公克的银互奴隶的主人，牛嘛着用石头钉死。人若耍开井盖，也是开井无嵌盖，煞害牛，还是驴仔跋落迄内面，井的主人着用银赔偿情生的主人，死的情生归井的主人。人的牛若搭死别人的牛，活的牛着卖掉，卖的价钱甲死的牛拢着对半分。主人若知伊的牛平时会搭人，竟然无甲牛绑好势，伊就着用牛赔牛，死的牛归伊家己。先代奴隶，新妇出头变大家，是过去多数台湾妇女共同的经验。嫁入丈夫的家，服侍大家官是一大挑战。新妇经常爱顺服伫大家的权威下处理家务，过程中遭受无公平的对待，也是委屈，敢若会当暗中流目屎，默默承受。对着日子斗斗得过，囡仔落尾大汉娶某，过去受苦的新妇，当变成具有权威的大家，安怎对待新的新妇？这是生命过程中重要的课题。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的拯救，脱离伫埃及做奴隶悲惨的日子，用自由之身进入迦南地。接续落来，爱安怎面对生活中的奴隶呢？这是无法度回避的重要问题。出埃及记21章第1到23章19节，通称作是立约之书，是10条诫延伸出来律法的条文，力求伫生活中实践上帝的要求。约书一开始就对以色列人着安怎对待奴隶提出规范。律法中规定，若不幸沦为奴隶者，袂当重新做奴隶，服侍主人6年了后，第7年就通恢复自由之身，毋免付任何赎金。安尼的规定，互奴隶有翻身的机会，充分展现对奴隶仁慈的一面。要安怎终结人生的不幸？就是爱互这个遭遇不幸的人，通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这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。
上帝予以色列人机会脱离奴隶的生活，伫应允之地敬拜上帝，享受自由的生活。当出头天的以色列人也爱安尼现代生活中所拄到的奴隶，互因重新得到自由的机会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奴隶生活的经验，鼓励19世纪南美洲的解放运动和美国的解放乌奴运动，互受殖民的国家争做独立的国家，互当作商品交易的乌人得到自由。基督福音是互人脱离受奴役得到自由的福音。生命得到自由的人应该善待遐夭寿奴役的人，袂当用强者的姿态进行压迫和剥削。这也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。现今的社会，袂少人因为过度消费、积欠银行债务、无能力偿还，正做卡奴，就亲像银行的奴隶。中国的一带一路，搁较正做第三世界急需帮助的国家设下债务的陷阱。表面上提供巨额资金帮助基础建设，总是巨额的负债，却也互这个国家沦为遭受剥削的奴隶。这个趁人之危，必须人正做奴隶的做法，拢无符合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启示人类爱善待奴隶，搁伫适当的机会予因自由。这是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，也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。默想，咱有善待伫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无？咱有善待伫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无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互人得自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基督的救赎。互我的生命无搁再做罪的奴隶，是伫基督内面得到自由。恳求你帮助我，看见生活中受压迫的人，善待这个人，互因的性命也当得到讨放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